大家而家睇到嘅係一個由電腦控制嘅模擬病人，佢可以模擬出患者氣道嘅情況，包括氣道有冇阻塞啦，氣管有冇收窄啦，左右兩邊肺唔同嘅肺聲、聲音嘅大小，以至係呼吸率。另外，佢亦都可以模擬心臟唔同嘅情況，例如一個正常嘅心跳啦、心房撲動、心室顫動等等。佢亦都可以模擬出唔同嘅心跳聲音。另外，佢亦都可以透過心臟去顫法，將心室顫動嘅病人轉為正常嘅心跳。已被電擊。模擬病人亦都可以模擬患者唔同嘅血壓讀數，進行靜脈注射。我哋亦都可以透過預先嘅錄音，令到模擬病人能夠説話、咳嗽、嘔吐等等。透過呢個模擬訓練，可以加強前線同事喺實質工作情況下處理唔同病人嘅應變能力。